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深切之地，神在这里，设立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设立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
咱同心来敬拜。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，你为着我的罪，定死伫十架，流出你宝血，为我主我打来到，你是阮宝座前，你献上我感谢，你对世来过我，也会实现完成，收拾我妄念。
尽心爱你，尽心尽意，我的保佑你，给了大冠冕，为人更你生涯。主，我尽心爱你，尽心尽意，为你追求你生的路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要服侍你，尽心尽意，我要保佑你，给了大冠冕，为人更你生涯。主，我要服侍你，尽心尽意，为你追求你生的路，哈利路亚。
来用代笔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，咱同心出声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惊之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之罪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悠然自在。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旨意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前保护我，伫伊的帐位内，将我藏伫伊布棚看捌的所在，举起我伫石板顶。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，较悬伫我四面的对敌，我要伫伊的布棚内献欢喜的祭。我要吟诗，也要唱歌，学了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的时，求你听，佮求你怜悯我、应我。你捌讲，恁着翕无见我的面。迄时，我的心对你讲：耶和华，我要翕无你的面，毋通对我黄你的面，毋通受气来赶你的路卜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，求我的上帝啊，毋通放杀我，也毋通离开我，因为我的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，耶和华。求你用你的道路指出我，因为我会对敌的缘故，带我伫平坦的路。阿们。咱来进入伫圣神的内面，来亲近咱的主，也伫圣神的内面安静定心得到快乐。深深知道你是
助，在我身边，你是风阳平静。安静，平安于我心，深深知影你是我上帝。风阳平静。
高临到彼时，耶稣要记得我，伊的圣高临到彼时，耶稣要记得我，伊的圣高临到彼时。主耶稣的医治，我世间人会当到，得到讨报。恳求主听咱的祈祷，恳求主听咱的祈祷。主耶稣问我通为恁做什么？主耶稣，进入你的家庭甲厝内，咱要向咱的主耶稣求讨。主，你是拯救我的上帝。咱亲像上帝的圣殿，发出咱的祈祷，向咱的上帝出声来祈祷。主，求你听阮众人的恳求。主，恳求你，甲阮做清气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正直的心。主，恳求你，互阮亲像迄个18年稳固头壳举袂起来的负责人。主，恳求你的圣神，将我的活命
放伫阮的生命内底。亲爱啊，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起来，徛伫咱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徛伫主耶稣十字架的面前，将咱的苦楚，将咱的软颈，甲主耶稣同顶伫十字架顶悬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咱要成做新的人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当我徛伫你十字架面前，主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有换心正直的心。主帮助我，互我会当抬头挺胸，互我会当仰望主你的荣耀。恳求主怜悯。主啊，要为着我的亲人、甲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啊，伫你的面前，举起阮的手，为着阮的家庭来祈祷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举起咱的手，为着咱的亲人，为着咱的家庭来祝福。将咱的软颈欠缺
将咱的需要甲脚步，咱举起咱的手，向主来求讨，举起咱的双手来宣告，求主用伊稳定的油抹伫咱的家庭内底。咱所欠用的日息，恳求天父上帝甲咱陪伴，因为主为着听伊的人所陪伴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。主当阮兄弟姊妹举起阮的双手，为着因的家庭来祈祷的时，主愿耶和华祝福满满的应允。愿耶和华祝福满满的应允，就进入因的厝内。专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，恳求主你保守伫疫情的过程，恳求主你照顾因。主愿特别为着阮中间有人感染着新冠肺炎，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宣告，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吸引你的心上，主耶稣带来各我的神就恩因分化开，祝福阮的细胞，互因的身躯会让得到复原，就是一个新创造、新天、新地、新的画面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，让每一个感染着新冠肺炎的阮的兄弟姊妹，也为着所有台湾伫即届目前伫病情中间受伤害的每一个家庭，主耶稣，愿你将平安赏赐予因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愿恩你唱哈利路亚！主，听阮的祈祷，无论是基督徒、非基督徒，无论是囡仔、老人，无论是健康或者感染疫情，拢要伫主你稳定的中间，到野到有春。主，愿高举你的名，因为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主，愿感谢你。所听的姊妹，伫主的面前，咱通用伊出声来恳求。咱有啥物特别会欠缺？所听的姊妹，主耶稣讲，求就要予咱，找就要拄着，拍门就要甲咱开。将你特别的需要出声来甲咱的上帝恳求伊的怜悯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主，当阮向你伸出双手的时，主求你，予阮的手无空空。主，当阮将阮的软弱仰望伫你的手中的时，主求你将阮的软弱变做祝福。主耶稣，无论是交通，无论是领受，你永远无互你的囝儿查某囝失望。你永远到永远
是一个要互你的百姓行而失望的上帝。主恩感谢俄罗你。恳求主怜悯，怜悯我求救，应允我祈祷，主我专心爱你。求主怜悯，允我祈祷，主我专心爱你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伫地灵，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，你来赏赐互阮，互你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日刺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耶稣听恁，亲爱兄姐，愿你平安。